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气象署甲国家太空中心今仔日签署合作的备忘录，要互气象的卫星应用伫太空的天气甲海上的测报，希望会当来提升到气象预报的准确度，嘛会当来提早预测风台或者是超大雨。根据着咱国内第一份气候变迁的科学报告，讲若是无法度有效来控制着全球暖化，安尼台湾的热天恐惊会延长到7个月遮尔久，而且每一年有超过76天，这个高温会伫个36度以上。大雨落甲真大孔，地球暖化造成极端天气。常在落一场大雨，就会做大水。要如何伫好天先祝雨来牛？国内第一份气候变迁科学报告，正做重要指引和提醒。若是无法度有效控制全球暖化，热天恐惊会达到7个月。高温超过36度的日子，超过75空。春天大水期增加，极端上大雨事件频率嘛变做10年一摆。会严重做大水所在，第一名花莲县有4.3%的面积靠海水淹过，第二家人是排第2和第3，新北市有1.5%。那台湾面对气候问题，后面气象机构嘛宣布全球今年过一个上届烧热时期，已经是连续11个月都创下1月节平均温度上热的纪录。台湾来说，6个百年测站其实是以台北的这个暖的情况是最明显的。那当然都是这个都市热岛效应其实是会有一些影响。那以我们现在来说，要注意的是一些跨领域的一些影响，包含像对畜牧业啊、养殖业啊，甚至对人类的一些身体心血管疾病的影响，其实也都影响蛮大的。让大家一同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。互相交换纪念品，咱台湾气象署和国家太空中心签合约，互气象卫星导航者和护卫测号应用伫太空天气和海气象测报，提升气象预报的精准度。不仅是在一般的常规性的这个天气的预报，在特殊事件的预报上面，那也会有所帮助。对于台风的相关的个案，或者是台湾的这个豪大雨相关的个案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改善全球暖化是火烧白白雨，加上气泡系统升级，提早知影极端天气的特性，做好万全准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